盡覽中亞異域風情，品嘗地道絲路風味。呢條9日烏茲別克加哈薩克雙國之旅，千祈唔好錯過。跟住我哋嘅團隊實拍嚟睇下沿途有幾正，玩轉塔什干同撒馬爾罕，參觀鋪滿藍池馬賽克，滿有皇朝韻味嘅哈伊辛達皇陵，打卡氣勢宏偉嘅比比哈努清真寺古建築，感受撒馬爾罕千年絲路古建魅力。夜晚睇列吉斯坦廣場震撼嘅燈光秀，漫遊撒馬爾罕市集，感受絲路市井風情，遊覽素有地下藝術宮殿之稱嘅塔什干地鐵，探訪厄魯別克天文台，一睹古老巨型6分儀，感受中世紀天文智慧，參觀桑皮造紙工坊，見證千年古法造紙技藝，再去到亞洲找飯中心品嘗地道手抓飯，重本升級一程內陸飛機前往哈薩克，告別夜火車疲勞，奔赴氣勢磅礴嘅合倫大峽谷，最後抵達阿拉木圖，欣賞琴布拉克雪山、木造升天大教堂同熱鬧鹿巴扎，仲有鐵木爾博物館、絲路大學同孔子廣場等特色景點一次打卡，全程安排烤包子、燉羊肉等中亞特色風味餐，入住精選4星酒店，出行輕鬆自在。咁樣一場絲路之旅，你心到未？喺評論區send 一即刻發你詳細行程。